轉咗啲好耐冇用嘅配備啦。我諗都係俾啲刺激新鮮感佢咯。務求都係俾翻即係少少新鮮感佢啦，因為今季真係表現落去真係麻麻地嘅。睇下咪跑到季尾啲火氣先嚟啦。3號金晉升一轉咗過嚟，韋達其實做得幾好嘅，隻馬市嗰個閘啊，輕輕鬆鬆有追，出腳亦都比過往上手度出腳低，咁啊上咗啲力。咁但係可惜啦，排咗個12檔，呢個路程私家3欄12檔嘅盲門嚟嘅，咁有啲拗教同埋，即係似乎睇完頭場呢都幾惡追啊！不過落到嚟5班佢啊開始會接近㗎啦，一路都。呢隻金晉升都算係神操之星嚟嘅，朝頭早成日都好引人嘅。咁啊轉咗倉韋達咧，亦都有好好嘅安排啦，就係專登叫奧爾文翻從化同佢試一個閘，咁啊人馬夾一夾啦，結果都試得好啊！做就做咗㗎啦，不過執個12檔啊，真係有時好難搞啊！睇下呢隻2啊落咁多心機啊，轉咁多配備啊，做咁多嘢啊，會唔會今次跑翻好啲啦？佢呢個路程都2 win 㗎嘛，鑽石寶寶又夠速度喺前面走。係咯，上季嘅時候贏嘅時候都43分喎，而家都減到落嚟㗎咯。馬房亦都頭場都喐咗手啦。好，夠鐘啦，紅燈亦都亮起。嚟到今晚嘅第2場啦，5班1200，成為熱門呢就係9號馬嘅聖神威，現泰安嘅坐騎喎，依家呢係32蚊。好啦，處理緊入閘嘅馬呢就凌利標區咧落飛嘅，再嚟係前鋒。排外檔嘅7號馬有心意，8號3代同心亦都順利。接住嚟有大熱門聖神威、金晉升亦都順利埋。灰馬鑽石寶寶、精英至尊、古浪非凡入得都相當之快脆啊！剩翻3隻馬，咁啊交俾集前。 3匹馬，木火龍區、幸運傳承，最後入閘快樂奇兵。全部馬匹準備待檔2場賽事5班千二，大熱集成9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好多隻添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有快樂奇兵，埋邊前鋒古浪非凡，外邊仲有3隻啊，鑽石寶寶、凌利標區啊，6搭都有啊，出邊仲有隻有心意啊，咁啊後多層啊嘛，紫色衫紅帽呢，咁啊俾人逼咗入去內欄啊，就幸運傳承啦，後邊4隻啦，分別有精英至尊啦、尾3木火龍區啦，殿後2匹馬聖神威紫色眼罩響尾2啊，金晉升暫時殿後啊，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嘅馬係快樂奇兵啊，外邊第2位呢仲有鑽石寶寶啦，出邊第3位凌利標區，內欄第4橙色眼罩，仲有前鋒啊，中間呢咁啊有呢隻古浪非凡啊，6-3代同心出咗去啊，內欄等位有精英至尊啊，後邊5隻幸運傳承，內欄紫色眼罩，尾4係聖神威，後邊3隻有心意木火龍區同埋金晉升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尖尖嘅嘛，仲有呢隻快樂奇兵啊，咁啊見到中間前鋒就一路逼近啊，埋邊精英至尊夠唔夠位呢？見到入邊捐上嚟噶嘛，仲有隻聖神威，中間呢。咁啊木火龍區封一封佢，大外檔金晉升上緊嚟，最後50米埋邊快樂奇兵鬥緊前鋒嘅時候，出邊金晉升3幾步過晒，金晉升贏出呢場賽事，前鋒跑第2，第3名埋邊係快樂奇兵，第4名呢木火龍區啊，結果呢隻金晉升沿路處於一個非常被動嘅位置啊，咁啊12檔縮喺後邊，落咗班轉彎大外檔，逢馬過馬轉馬房呢就即刻贏得啦。前鋒第2，快樂奇兵響前面放啊，跑過第3、第4名係木火龍區。金晉升一轉倉即刻贏馬落班，奧爾文偉達後尾都落飛啊！跑第2名前鋒楊明倫啦，第3布文嘅快樂奇兵，跑第4名梁家俊嘅坐騎木火龍區。大外檔一條直路上嚟殺晒奧爾文，做得靚啊！呢馬好鬼可言嘅時候啊！今場中間好多意外㗎，真係意外重重，好多隻受影響啊！第2場嘅暫定名次3、12、6、11，而家睇下重播先。
嚟睇下第二場嘅預計派彩先，第一名呢就係3號嘅金晉升，獨贏派96個半，位置派35個半。第二名係12號嘅前鋒，位置派20個半。第三名係6號嘅快樂奇兵，位置派25蚊。第四名係11號嘅木火龍區，連贏3搭12派415個半。位置 Q 3搭12派112個半，3搭6派162蚊，6搭12係派85個半。二重彩3號、12號順序派735蚊，三重彩3號、12號、6號順序派5173蚊，單 T 係派859嘅。賽事總時間1分10秒05。奧爾文啊，猛男之後有一隻喺谷草外檔都照贏，盲滿數據都照破。係啊，呢12檔盲滿，不過啲馬做得好啊，都要揀。不過呢場真係好多馬搶喎。係啊，去到對面直路尾都仲有5碟馬嘅。但係真係點計條跑道呢？今日咁多馬走嘅總時間咁鬼慢嘅，喂，同標準時間一樣咁滯嘅啫喎。頭先頭場嘅破紀錄喎，咁嗰個地快定唔快呢？究竟班次有別，唯有講5班馬係咁啦。但係個標準時間，個標準時間都係5班嘅啫，我唔係攞錯咗4班過你睇，係咪？咁但係個時間都係慢喎。1分10秒05就接近標準時間嘅啫，都係快啲啲。真係啲啲嘅啫，快。今場馬好多意外嘅，第一個彎已經有啦，聖神威。偉達嘅今季啲成績都麻麻地啊，佢都要追下落後啊。無寶不落嘅，臨尾啊，着燈啊呢只，淨係落 win 啫。我話6個半。咁相對佢搞啲轉倉馬，佢又可能快少少嘅。前4名贏嘅力就追，其實木火龍區都係好多意外嘅，又係。都追到第4。睇下個4連環先，預計派彩3號、6號、11號、12號呢係派7058蚊。係啦，咁而家睇埋個4重彩先啦，預計派彩3號、12號、6號、11號順序派124,463蚊。即刻睇下個巡邏影片啊！趁墟啊喺前面，大家走啊！咁啊啲快樂奇兵啊、前鋒啊、3代同心你都喺出邊有心意啊！仲有中間嘅凌利標區鑽石寶寶，留意住內欄先呢度。哇！嗰隻精英至尊同聖神威係咁撞啊，已經撞咗幾次㗎啦。咁啊前面你睇下幾墟冚，6隻一齊轉彎。咁啊大家慢慢喺度捉啦。咁啊前鋒啊等你哋埋嚟嘅啫，最後搶贏就快樂奇兵。全程都外碟㗎，嗰啲鑽石寶寶凌利標區，中間2碟呢就係嗰隻幸運傳承啦，入到直路佢揾唔到位嘅。咁啊呢度見到啊精英至尊貼欄啦，尾3呢木火龍區呢一陣，因為前面嗰啲馬褪呢，佢又 check 咗落去嘅。呢度啦，嗱又 check 少少，咁啊有少少影響咗埋變聖神威啊咁。後邊嗰堆馬比較多意外嘅，不過嗰個有心意都冇跑過咁滯啊！第一個彎啊6、7碟，跟住一路全程喺外邊兜。直路啊再有啲受阻添啦。佢同埋嗰隻幸運傳承都係呢度咧冇位啦，冇到位啦。幸運傳承就逼出嚟，反而金晉升就長驅直進啦。埋邊木火龍區咁多意外都追翻上嚟，有個咁近嘅第4啊！精英至尊都完難都翻到嚟，唔係好追啦。前鋒啊贏咗個檔位啦。咁啊，翻嚟第2場都復綁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睇翻位置 Q 嘅派彩先，3搭12係派112個半，3搭6派162蚊，6搭12派85個半。
二重彩3號、12號順序派735蚊。四連環3號、6號、11號、12號派7058蚊。四重彩3號、12號、6號、11號順序派124,463蚊。孖寶派彩頭關3號、尾關3號正獎派528蚊，頭關3號、尾關12號安慰獎派81個半。第二場嘅分段時間，頭段23秒58，第二段22秒53，末段23秒94，賽事總時間1分10秒05。